这条北外环是首有的市民，除了铁路地下化以外，嘛一直是真期待，因为这对整个台南市不管是东西向到南北向的交错，有产生非常大的这个交通运输的功能。尤其这条做完成了后，对咱整个核心市区，跟咱规个台南市的连接，那个交通的便利性是大大的提高哈。这一段呢，是从这个新港社大道是联络道，做到这个台江大道，其中呢，在长河路呢有交流道，所以呢，未来呢，这车子呢，从永安路、长河路的这个交流道上来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南科，那可以说可以非常快速呢就到达我们南科哈，那对我们台南的这个交通的改善会有很大的这个注意。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很高兴我们今天终于迎来北外环到外环道的第3期工程的通车，因为其实大家已经期盼很久了。那这样通车有什么好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连接国道8、国道8跟底下的这个永康交流道，中间上面有国道8的交流道，然后下面有永康交流道，所以说这个北外环3期道路也有连接国道1的部分。因此呢，可以看到如果从南科这边通勤，要到这个台江大道，或是要到沿着国道1要北上南下都很方便。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永康交流道已经塞车很严重了。那国道8，每次要这个通勤上下班的时候，也都是跟国道1这个连接起来塞得很严重。因此中间开辟一个这个北外环的3期，那一定有效疏解这几个交流道的交通流量。因此，我们谢谢我们营建署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那能够预算也都控制在35亿以内，那这样子的工程效率，这样子的一个施工品质，我们表示感谢。那也希望说接下来的2期工程能够顺利，那4期设计好了赶快动工，这样子的话，对于台南的4横3纵都有很大的帮助。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选举进入最后10天，同时嘛是竞选活动起跑的第一天。台南市北区中西区议员候选人陈怡珍上午伫家己节制立委陈廷辉的陪同，进行车队扫街的拜票行程，希望伫关键的时刻，拜托大家绝对袂用的放松。一定要全力来催票、购票。今仔日是选前的前10天吼，进入了这个选战最后冲刺的期间哈。所以嘛，感谢姐姐婷飞哈，今天终于有时间来陪怡珍来扫街哈。那也希望说，最后冲刺的时间，因为今晚怡珍出去哈，无论是咧扫街啊，是路口啊，是咧六本社车，大家讲吼，这怡珍稳的无问题哈。但是如果没有选票的支持哈，一直受到这个稳动算的这个留言的攻击哈，很担心哈，最后在1月里让哈这个老把赛哈就是怡珍哈，所以要拜托大家哈，集中选票哈，保住优质议员哈，让怡珍可以继续在议会为大家服务发声。立委陈廷辉因为本身是民进党的中执委，身兼全国各地辅选任务，加上目前阁是立法院开议的期间，伫个维护门禁品质，同时还阁兼顾辅选的任务，因此只用个利用琐碎的空档来帮助家己的小妹购票甲催票。基本上吼，因为这段时间，我拢爱去全国辅选吼，讲这会当留伫地方帮怡珍的时间是足少，拢是用空档吼，拢是我甲怡珍讲，怡珍我明仔载吼，好像这个立法院不用动员吼，有1个2个小时，那赶快就卡进来，然后都是用这样子很穿插、很临时的方式吼，所以今天因为在第一天，我发现说。在这一段时间哈，实在地方的这个所有的这种
温动算这3个字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包袱因为现在如果你分票分过头了有可能陈怡贞变成落酸桃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是很担心因为这一段时间真的都是怡贞自己处理。那今天在10天的第1天真正进入选战的第1天的当中我再怎么样都要回到家己的所在来甲大家拜托。真正这10天，拜托大家一定要购票、邮票而且咧帮怡贞催票，因为每一票会当票票入柜，才是最后胜利的关键担任12党的议员陈怡贞成绩有目共睹，唔定时间莅临议会并感的优质议员，更加是法学硕士的专才。不过呼声悬并无代表运动选，因此立委陈定辉拜托民众一定要集中选票，袂用来分票，让好的人才继续留伫个议会，莫让陈怡贞有落选的危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立党议员刘维英的青年理念，艺人杨烈伫全国走透透互选的行程当中，特别南下替伊徛台，用车队扫街来支持。除了希望伊顺利连任，也希望18岁投票权的修宪复决案会当过关，呼吁大家11月26一定要投下同意票。但是他有看到年轻人是必须要让他们出来。把自己心里面想要讲的话，把它讲出来，那你想要讲出来，必须要给他们有舞台，那这些舞台就是说，如果能够像现在做到这一点，修宪，让18岁公民权这个能够成立的话，大家能够过关的话，我想，回应自己本身他也会很高兴了，距离到下一大选剩无到10天，议员刘维英除了拼选举争取认同，也特别邀请艺人杨烈18岁到40岁青年所组成的青商会代表，以及26岁的当选里长的张友新，甲资深冲动党员詹俊麟里长等人，要来小听18岁公民权，在强调无分年龄族群，共同来守护台湾少年人的权益。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年轻人可以很可靠，那可以很有创意，更有活力。那今天有心要在这边呼吁，我们年轻人一起站出来，然后11月26号，那可以替我们18岁的投票权修宪案一起投下同意票。因为我们相信年轻的力量，我们相信台湾需要年轻人引领向前。特别是在这个法律上，18岁其实已经是完整的个人，在青商会的事务，18岁也可以加入青商会事务，再显示这些年轻人不只可以对自己负责，也可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所以在这边很诚恳的呼吁大家共同站出来挺18，11月26号投下神圣的挺18的公民权。挺18，我在台南挺18。台南新闻军级采访报道。为提升机车族的行车安全，台南监理站甲市府联合举办机车教训班受训补助的宣导，鼓励民众考照进前先到教训班，卖当地原场地考照。因为依照研究发现，参加驾驶训练会当减少3车里的交通事故风险。对此，交通部补助台南1000名已经届满，所以市府主动加码300名，同款比较中央1名补助1300块，到12月15日。机车教训不是教你如何考照而已，是。甚至教你如何安全的驾驶，这种很多这些经验，老师的课堂上的教材都是过去的一个经验值，甚至是从事故里面检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驾照考机车驾照驾训班是非常重要的。那针对已经有驾照的人，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这研议说怎么样子或优化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把一些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成一个真正有用。
为了守护民众沿路安全，台南市推动包括公车入校园、机车安全驾驶的校园巡回宣导以外，今年更响应中央针对机车驾驶训练的补助，希望降低少年族群拄取得机车驾照的高事故比例。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2022日本青森红前物产嘉年华16号伫台南大湾东百货来登场，伊个幼龄幼儿园小朋友的歌队表演，甲归南国小的传统艺阵跳古镇的演出，为活动来揭开序幕。包括湾东百货公司的总经理徐雪芳、台南市长黄伟哲拢共同出席开幕式，象征台日的友好情谊。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2022年日本青森县红前市文化产业物产的交流活动。事实上，红前市樱田市长是在疫情台湾因为疫情开放之后，第一位率团来到台南拜访交流的友谊城市的市长，验证了红前市跟台南市两市深厚的友谊。红前市的苹果占日本产量的20%，台南市的芭乐也占台湾的产量的20%。希望樱田市长可以品尝品尝。对2011年伫台南大湾东百货举办青森县红田苹果的促销，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湾东百货营运长林章峰表示，对第一年的苹果促销卖出3000粒，一直成长到17-18万粒。今年有机会会用突破20万粒。报告各位一个记录，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从11年前台南市做那个苹果展才卖了一年才卖了3000颗，到今年应该可以达到18万颗，甚至超过20万颗。所以大家顾客都知道会卖这么好，因为顾客都知道最好的红前市的苹果都在远东百货在那个销售。由日本红前市长樱田宏带来第一批新鲜现版的红前苹果直送，并且致敬予表演的小朋友。现场还佫带来日本当地红前碎膜祭典，予民众唔免出国，就会用欣赏当地原汁原味的演出，为活动带来最高潮。该活动对16号起一直到12月4号，由台南大湾东百货首先登场。接续还佫巡回高雄、台中、台北甲新北等，想要尝鲜的朋友会当到湾东百货、日本青森红前物产嘉年华来行行踅踅。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
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国立成功大学爱菌团队伫2021年为珍珠奶茶当中得到灵感，研发出会当予人减轻长期压力的网药珍珠，并且伫一个比赛当中摕到金奖。因此，台南精英酒店看好网药珍珠的发展，甲国立成功大学共同签署合作。透过这个产品，那结合地方里面真正的这个商业以及创业，甚至是社会贡献的这个平台，使得这个产品更有它实质上能够去扩大发挥价值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这个商品，所以我们就在知识官邸这边茶会，还有我们在蓝晒图那边有一个小秘密，我们各自都会以忘忧珍珠去研发不同的商品。一粒一粒伊个骨溜，有着清气白皙的珍珠，就是忘忧珍珠。本身的口感就非常的 Q 弹。透过业者将这款的珍珠加入各种无同的水果以及圣代内面，产生无同的新的滋味。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なんかシュワシュワする，なんか有那个泡泡的感觉，那个很像气泡的感觉。那个ゼリーはふわふわだけど、タピオカすごいキューキューしてね、美味しい。忘忧珍珠内面上重要的成分是牛磺酸，这个成分会当减少抑制现象的发生，在后疫情时代当中是另外一种商机，同时展现了上好的产学合作成果。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在英华国小跳舞队活泼热情的表演之下，台南市英华国小幼稚园新建工程正式动土。动土之后，到113年呢，就会把他们原来有2班的幼儿园呢，那扩增成为6班，会增加4个班。那其中呢，会有幼幼班呢，会有2班，那么可以招收2到未满3岁的。这个部分是所有家长所引颈期盼的。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教保服务，那么最主要的是要减轻家长的负担。其实台南市在整个幼教的政策的部分呢，从市长就任之前呢，108，我们只有25% 呢是平价的教保服务量，到今年已经有78.6%。那么到了113年，整个新的原色完成，可以达到86.3%。可以说提供给家长的就是每个月不用到3000块。那有的幼儿园孩子给打折可以说是更便宜。那我想对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应该是大大的一个帮助。英华国小幼稚园将伫校园西北角
打造一栋2层楼高的校舍，内部环境满足囡仔的学习需求，营造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另外，台南市政府伫这几天嘛得到教育部的补助，将要陆续打造新建的幼稚园。110年呢，有争取到19.5亿的这个经费，那我们会整个扩建新建呢，大概有21个园所。那这整个19亿的投入，21个园所分散在我们台南市各个区域，把原来它的公共化教保服务量比较少的，我们就做了扩增，所以整体才会说，再加上我们的准公共的幼儿园，那么可以提供的服务量可以达到86.3。教育是上大地投资的希望工程，教育的软硬体环境拢应该完备，每一位家长嘛真重视。台南市政府嘛将为台南市的囡仔提供安全佮高品质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有别于一般传统的鸡肉饭是搭配油葱酥，老板用的是港式的葱油酱。除此之外，选用的鸡肉部位也不同。一般店家用的是全鸡，老板则是选用温体鸡腿肉，吃起来的口感比较软嫩，搭配以鸡汤香料为基底的酱汁，与鸡肉拌匀后，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我们是用温体鸡肉，然后我们是用鸡腿肉，因为外面应该大部分都是会用全鸡，我们是用泡熟的这样方式，会比较多汁。我们是用葱油，对，就是用那种有点像港式油鸡上面放的那种葱油。酱汁其实就是用我们的鸡汤，然后加一些中药下去这样子。选用较能吸附酱汁的白扁面，以及店家自制的胡麻酱，再加上清爽的红萝卜、小黄瓜和鸡丝，每一口都能吃到满满的酱香味。为什么用白扁面？老板这样说：我们一开始是用油面。对啊，因为我们后来自己有在改那个面体，花生粉就算是提味的，就是它撒上去，其实油没有的话，味道其实是还有香气度是有差的。对，因为我们本身的胡麻酱的基底就是花生跟芝麻，然后加一些黑芝麻下去调的。黄新慧其实原本是店里的员工，对于创业一直是他的理想。前任老板在经营了2年后，原本想把店面收掉。黄新慧决定顶下店面，继续让鸡肉饭店发扬光大。本来就是以创业就是为目标去各个地方工作，然后因为我刚好就来到美智家这边，然后因为就刚好遇到现在这个老板他没有想要做，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契机，我就把它接下来了。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想说我要先从餐车开始做，然后因缘际会之下，我就刚好接了这间店这样。午餐吃腻了便当店的餐点，不妨来试试看清爽的鸡肉饭和凉面，让午餐多一道选择吧。记者吴佩英、周福庆高雄报道。高雄鼎中路上没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饮料店，光是一条街上饮料店就有超过10家。根据财政部统计显示，高雄是全台饮料店最多的地方。对于这项数据结果，高雄民众超有感。几乎每一条街都有吧，然后感觉比 Seven 还要多的。这么热，饮料店很多是还蛮正常的，对啊。一手一杯珍奶，心满意足的离开店家。最近高雄气温飙破30度，来上一杯冰凉解渴的手摇饮，对许多高雄民众来说是消暑气的最佳解。大概多久会买一次饮料？平常的话，大概2天买一次。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才会想说要买饮料。天气比较热也是有，然后可能一方面也是习惯了吧，对啊。饮料店旁边还是饮料店，这样的情况在这里并不稀奇。高雄饮料店多达4300家，在同类型商家超多的情况下，业者只好透过各种促销手段或是差异化饮品，想办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杀出血路。有些饮料店没有在卖那种，草药类的茶，就是青草茶啦，那种灵芝茶那种，我们又有融合一些就是古早饮料进去，然后做买1送1的活动，对，然后刚开店的时候还会去到处发饮料，就免费发给店家啦，有的没有的饮料去做打广告一下，对啊。
台湾人爱喝手摇饮，尤其在热浪滚滚的南部，冰凉的手摇饮更成为不少民众的夏天生活必需品。需求庞大的情况下，让高雄的饮料市场商机无限，各式风格的店家也跟着遍地开花。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